好，我係南華金融嘅 Bowie。今日係2026年1月18號，咁同大家分析翻嗰個港股嘅 A 股市場。上個星期嘅表現啦，由資金面、政策面同埋基本面出發嘅，咁最尾就會睇翻嚟緊嘅今日星期要注意啲乜嘢。咁開始咧，咁就講翻個 A 股先。咁 A 股咧就上證指數已經去翻10年個高位㗎啦。咁成交咧就直頭去到3.5萬至到4萬億嘅。咁都唔止係牛市啦，直頭係一個野牛嘅信號㗎啦。咁就唔怕高買，淨係驚買唔到嘅啫。咁樣，而嗰個泡沫嘅煙霧咧就越嚟越泵到好大啦，嗰個泡泡咁樣係融資方面咧，其實都已經高過2015年㗎啦。咁其實連埋嗰個市盈率咧都已經去到喺北京交易所啲 small cap 已經去到90倍 PE 㗎啦。咁我哋睇翻個圖先啦。咁首先睇翻上證指數啦，呢個係周線圖嚟嘅。咁你都見到啦。咁而家我哋去到4100點呢個位，咁樣咧就正正就等於2015年7月嗰陣時嗰個高位嚟㗎啦。咁當然啦，就未去到最頂嘅。咁最頂嗰陣時咧就講緊有5000點，係啦，有5100幾點嘅。咁樣距離嗰度咧，雖然都仲爭成1000點啦，咁但係你見到都升得好急啊！咁已經喺晒啲保力加通道嘅頂啦。咁樣有好大機會咧，有機會會如果資金鏈會有啲斷或者有一啲比較壞消息嘅情況底下咧，有機會會回翻落嚟嘅。咁呢一個泡沫主要形成嘅係喺邊一度嚟啦？咁就係喺翻啲科技股啊！你見到呢個係上證嘅科技100指數，你見到咧，自從由上年10月開始啦，就一路咁樣飆升得好快，由1300幾點啦，就夾咗上去1700點㗎啦。咁其實嗰個升幅係好急速啦。而其實如果你睇翻佢個起步嘅時候咧，咁大約係喺1000點左右嘅，咁所以其實呢個累計升幅都成60%㗎啦。咁短期嚟講咧，咁都算升得好急㗎啦。咁所以咧，政府咧就驚出事啦，就用咗兩把刀啦，去減慢咗呢一個牛市嘅升幅嘅。咁第一刀咧就係收緊嗰個融資，咁就喺14號嘅時候啦，就啱啱踏入12點57分就發布通知咧，就要收緊翻嗰個融資嘅保證金嗰個最低比例，由80%咧上調去到100%。咁其實呢一個係好罕見嘅情況嚟嘅，因為其實正常咧，如果發布通知咧都會喺收市之後出嘅，但係呢一個就正正喺開市之前3分鐘出啦，咁就變咗大家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 signal，就係同大家講話啊，我哋要減翻慢嗰個牛市啦，我哋就唔可以再咁樣有一個泡沫嘅情況出現啦。咁我哋解讀翻今次個情況有同之前有冇分別啦？咁其實咧睇翻嘅話咧，咁喺2024年7月啦，同埋25年嘅10月咧都試過調高翻嗰個保證金嘅。咁主要咧24年7月嗰次咧係私募基金嘅融券保證金要有120%啦，而25年10月嗰次咧係啲券商嘅保證金咧要由80%升到100%嘅。咁今次有啲咩唔同咧？咁今次咧主要係針對翻啲新嘅資金，而現有嘅合約係唔受影響嘅。咁所以好明確嘅目標啦，就係熱就要收緊啦，冷就會釋放嘅。咁就係喺度培育一個長期嘅慢牛啦，就並不是話我而家要即刻撳低嗰個過熱嘅股市。仍然個股市都係向上嘅，但係咧就要慢慢嚟啦，唔好再一次過冚冚聲咁樣夾上去啦，就要降溫啦。第二把刀咧就係對高頻交易嘅打擊啊，咁樣咧就要求啲券商要將啲伺服器移出翻嗰個交易所裏邊嗰個數據中心啊，咁樣咧主要其實打擊嘅對象咧都係一啲外資嘅量化大行，例如 Citadel 啊、Jane Street 啊同埋 Jump Trading 嘅。咁主要咧其實係想保護翻個本地嘅投資者咧，令到佢哋唔好將嗰個價夾到好高啦，同埋令到嗰個時間嗰個速度咧唔會受到一啲高頻交易嘅影響，而令到一啲普通嘅投資者咧會有一個好大嘅損失，喺一個公平啲嘅競爭嘅情況裏邊可以做到交易。咁雖然係落咗兩把監管嘅刀啦，但係咧佢都有釋放一啲好好嘅signal嘅，就係佢有呢一個調低翻嗰個結構性工具嗰個利率25點子嘅，咁同埋都會支持翻啲融資小額度去到增加多4000億嘅，咁係一個定向降準，咁就市場就解讀翻啦，央行係確定係會有一個降準嘅空間啦，就預期可能係第二季會有10點子嘅減息都唔出奇嘅，咁樣咁就睇翻咧，其實就主要嚟講咧就係唔想嗰個股市升得太急。
驚會可能爆煲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就支持翻個實體經濟嘅，咁令到唔會有一個資產嘅泡沫情況出現。咁好消息咁就睇翻個基本面，咁中國今年啦2025年咧嗰個貿易嘅盈餘就有順差，跟住就創埋呢一個歷史新高嘅，咁就有成8.5萬億人民幣嘅，咁出口增長就有6%啦。咁基本面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正面嘅訊息，係支持嗰個中國嘅經濟嘅。咁我哋講完個大市就可以講翻個股啦。咁首先就講翻攜程啦，咁攜程咧就好似上個星期啦，我哋咧就有呢一個外賣同埋個電商個壟斷嘅調查啦。咁今個星期咧就到旅遊呢一方面啦。咁攜程咧就經監管機構啟動呢一個反壟斷嘅調查啦，針對翻呢一個二選一同埋濫用市場支配嘅地位啦。咁個重點就係個時機就正就喺最旺嘅春季之前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市場嘅反應咧都擔心翻咧，其實都會影響到美團或者其他一啲嘅平台嘅運作嘅。咁消息發布之後咧，咁就 Trip.com 個股價就大跌啦。因為其實一嚟就係因為佢喺佢最旺季嘅時間之前出一個咁樣嘅調查啦，二就係如果Trip.com 呢一個獨家合作咧被打破嘅話咧，咁佢嗰個利潤率咧會有一個好大嘅下滑嘅風險。咁所以我哋睇翻Trip.com 個股價咧係裂口向下咗成接近20幾個%嘅，最低去過成450幾蚊嘅，但係尾市係有彈翻少少嘅，咁最高都去過470幾蚊嘅反彈嘅時候，咁佢開始就喺個裂口就480幾蚊跌落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另外都有啲好消息嘅，咁就例如百度啦，咁就計劃分拆翻佢嗰個昆侖森上市嘅，咁咧就價值翻20億美元啦，咁就可以釋放翻啲 AI 資產啦。咁另外咧，咁喺創新藥啦同埋啲生物製藥嗰方面咧都有啲好消息嘅，咁包括就中國生物製藥啦，咁就收購翻呢一個赫吉亞，咁就擴大翻佢嗰個喺 siRNA 嘅治療嘅領域啦。另外就三生製藥咧就同咗輝瑞啦達成咗一啲藥物許可嘅協議啊，咁就令到呢一類型嘅出口藥啦更加受到支持啦，咁就有利翻成個創新藥啦同埋出口藥嘅板塊嘅。咁除此之外啦，就有亞誠醫藥啦就同日本嘅武田啦、Takeda 啦，完成咗呢一個商業化嘅合作協議嘅。咁見到就係無論係生物製藥方面啦，都係有一啲好好嘅出口嘅消息啦。咁係對於翻嗰個出口嘅話咧，都係有啲支持嘅。咁你見到雖然夾完上去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你見到佢係喺翻個低位1月咧之後咧，就一路穩步上揚嘅。咁其實整體你見到啲生物製藥股咧，喺年頭1月開波翻嚟咧，都係有一個好正面嘅上升空間嘅。咁可能嚟緊咧，仍然受惠喺呢一個出口方面咧，都會整體對於個生物製藥嘅板塊咧，都係有一個好正面嘅鼓勵作用。咁另外咧就巴巴啦，咁巴巴今個星期咧就推出咗通2000問嘅 app 啊。咁有啲咩特別咧？咁就係佢通2000問 app 咧就連結咗佢本身嘅淘寶啦、支付寶、飛豬同埋高德啦，咁就一次過咧可以用一句説話俾個 app 咧，咁就幫你去執行晒所有搜尋啦、買賣啦、訂機票啦或者揾地方啦，然之後再俾錢嘅呢一個新型嘅消費模式啦。咁就市場期待佢會令到呢一個電商啦或者呢一個購買係一個新嘅改革啦。咁消息咧就刺激咗阿里巴巴咧做翻好啦。你見到佢喺星期2翻嚟咧就裂口上啦，跟住之後就去翻接近翻上次嘅高位啦，大約169蚊度啦。咁上次個高位就係翻174嘅。咁睇下今次咧會唔會可以突破到174啦，跟住上翻上次186嗰啲高位啦。咁就睇翻呢2日啦，會唔會整固完咧就再有一個上升。跟住就去到新能源汽車啦，咁就中國就同歐盟談判有進展啦，咁就考慮翻用呢一個最低價嘅承諾取替呢一個高額嘅關稅去保持翻嗰個出口啊。咁對呢一個小米啊或者小鵬咧都係呢一啲電車股啦、蔚來啊嗰啲都係一個好正面嘅訊息嚟嘅。咁等啲車咧仍然可以向外出口啦，咁就可以走出去啦。跟住你見到其實
比亞迪都係 keep 住喺翻一個底部橫行啦，咁就係做一個整固啦。另外個小鵬咧，都係喺1月之後啦，其實股價做翻好嘅，你見到穩步上揚啦，都係喺翻大約呢一個76蚊整固嘅，76蚊至到83蚊呢啲位整固啦。咁睇下會唔會整固完之後咧，又會有一啲向上突破嘅情況出現啦。咁今個禮拜大致上咧就係咁多啦，咁樣咧就留意翻今個星期啦，就要睇翻A 股嘅市場啦，兩融資融券咧嗰個額度有冇減少啦？如果冇嘅話咧，就擔心呢一個監管咧會再加碼啦。咁如果有嘅話咧，咁就可能就風險可以釋放翻出嚟啦。咁就可以揾翻啲比較好嘅股票買啦。例如係最近如果有回落嘅，譬如啲航空股啊，或者係啲光伏啊、儲能啊，都係一啲今年有機會會繼續炒啦。同埋啲機械人啊，都會係今年繼續會有機會會炒嘅嘢啦。咁就可以留意翻啦。如果有一個持緊少少嘅調整嘅話咧，咁都可以買。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啲乜嘢咧？就係會唔會有加大嘅監管嘅力度啦？咁同埋嚟緊會唔會譬如美團啊、京東會唔會點名或者係直接去調查啦？咁呢啲都係大家比較擔心嘅嘢啦。咁如果真係會有擴散嘅話咧，咁可能互聯網板塊咧就有機會會下調翻啦。咁我哋睇翻，如果係恆指科技股嘅話咧，其實見到星期二高開之後回翻咗落嚟嘅，連續幾日咧都有一啲高開回落嘅跡象啦。見到啲陰燭咧個樣咧就比較唔開胃嘅。咁睇下會唔會可以喺翻5800呢啲位可以企得穩啦。如果呢啲位企得穩嘅話咧，咁有機會會繼續穩步上揚嘅。咁如果唔係咧，咁就真係可能會同 A 股一樣啦，會有一個少少嘅調整。咁睇下會係一個健康嘅調整完再上啦，定抑或還是一個因為受到監管力度過大而擔心有下調更多啦。咁就可能要留意翻呢一個星期嚟緊嗰個監管力度啦，同埋嗰個資金嘅流向嗰個走勢啦。咁今個星期係咁多。咁今日講過嘅股票我都冇持有嘅。咁祝大家今個星期投資順利，拜拜。